Hello，歡迎嚟到樂知天命嘅 channel，又係算命不強嘅時間啦。上集咧，我哋就講咗邊一類型嘅八字咧係會比較多男仔追。今次咧，我哋就可以嚟講下點樣睇咧男仔咧係偏向口甜舌滑，識得追女仔，有陣時候咧容易應承咗你，但係未必會做得到。大家咧就可以打開自己男朋友嘅命盤，或者係咧睇下你嘅追求者會唔會有呢一啲咁樣嘅特質。如果有嘅話咧，到底你要點樣去應對佢呢？喺呢度咧，我都會俾少少 tips 大家嘅。當大家喺八字 app 嗰度輸入咗出生年月日，如果有時間嘅話，當然輸入埋係最好啦。但係如果冇嘅話，都唔緊要。之後就透過你輸入嘅資料咧，去睇自己嘅八字啦。如果見到月令呢一個位咧，係帶住食神或者傷官，甚至乎咧係其他嘅位置咧，有好多食神或者傷官，咁呢一類型嘅男仔咧，一般咧就比較容易口甜舌滑。佢哋咧好識得去觀察呢個環境，亦都好知道咧點樣去追女仔，而且佢哋係好中意有挑戰性嘅。如果太易得到嘅呢，反而佢哋未必會識得珍惜。如果佢哋係向好嗰方面發展呢，佢哋嘅學習能力呢係會比一般人嚟得強。但係如果佢將呢個學習能力呢放喺追女仔度呢，咁可以話呢，佢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關係，甚至乎呢有啲呢係會發展成為渣男嘅。如果你見到自己男朋友有嘅話，當然都唔使太擔心嘅。可能咧佢係學習能力好強嘅嗰一方面啦，未必係會代表住佢哋嘅感情比較複雜。如果要應對呢一類型嘅男仔咧，最好咧就係帶俾佢哋有征服嘅感覺，唔可以令到佢哋覺得你好易得到手，而且佢係中意咧俾佢叻啦，俾佢強啦。咁所以咧，如果自己嘅男朋友或者係你中意嘅對象咧係食傷比較重嘅話咧，咁你就需要咧去充實自己，令到自己嘅魅力咧由內散發到外，咁先至咧最可以留得住佢哋嘅心。再者咧，食傷重嘅八字咧，如果佢係將能量係投注喺感情上面咧，好容易咧佢哋會發展出好多唔同嘅關係。咁我哋呢度咧可以睇下吳亦凡嘅八字。相信大家對於吳亦凡所做嘅事咧，都了如指掌，或者係略有所聞嘅。咁我哋就打開佢嘅出生年月日去睇下佢嘅八字。咁佢嘅八字咧就有一個食神，有一個傷官。咁喺我哋僅有嘅年月日呢6個字裏面咧，已經佔咗1/3咧係食神同埋傷官，所以可以話佢學習能力好快。但係同一時間咧，佢亦都會有好多段感情。比較難咧去控制自己嘅慾望啦。好啦，咁今集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。如果咧中意呢一類型嘅片咧，記得 like 呢條片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